心而跳。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祈祷会当互咱甲上帝更较亲近，咱做伙三到鸭头来祈祷。主必天父，阮的主，阮感谢你，阮相信你是听从阮的上帝。无论阮伫阮的生命中间，阮所经历的，主你拢在看顾保守。所以，阮也伫阮的生命中间，阮要正做你的门徒，逐时通敬请阮家己来跟对你。主帮助阮，通伫每一个时阵，阮通看见阮家己是遮尔啊谦卑卑微来到你的面前，因为阮相信，阮是罪人，阮无任何的权力会当伫你的面前来举起阮的头，总是因为你伫十字架顶面的亚扛，你为阮所留的宝血，互阮得到拯救，阮通伫你的面前来举起阮的头。主，你有呼召拣选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成做你的百姓，来成做你的囝儿，互阮通伫阮的生命中间，阮来紧紧跟随你；也互阮通伫阮的生命中间，阮逐时来想，主，你是阮通倚靠的上帝。但阮即阵将阮的礼拜放伫你的手中，愿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的帮助，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通来经历阮人生中间所经历的每一个风波，每一个阮伫软弱时无法度徛起来的困难。阮来感谢基督，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祈求，阿门。伫几个礼拜之前，咱的行政院长即个吴敦义先生。有一个新闻，这个事件引起了台湾人真侪回响。因为咱的行政院长，伊伫面对接待咱侪即个农民伫遐来甲伊抗议，讲这政府做了无好的事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的即个吴院长因真好咧，所以伊一件讲5句的迄个骂道吼。为什么讲骂道呢？后来人家分析足多啦吼。但是伊甲你讲这是我的口头禅是用本土较乡土的方式来讲吼。但是我咧听伊讲骂道的时候，我知影伊的意思伊可能伊的意思是讲所有的问题拢毋是我，拢是骂的问题所以伊就电话广播带，伊就讲毋是我，是骂的问题吼。所以伊定定来讲。但是伊伫遐讲即个口头禅的时阵其实我咧想讲口头话吼。那伫咱的生命中间，伫你的一生中间，各位，咱来想看卖毋是吴敦义伊有即个口头话呢？咱来想看卖你家己有啥物口头话？你家己用定定咧讲的，起头咧讲的是啥物话？迄个口头话有可能真正是亲像咱伫日常生活中间，咱定定讲的语助词好啦，是啥物话？有可能咱咧讲口头话咱讲起来是讲这无歹意有好无歹。总是迄个口头话，若是互听了感觉真碍脚，亲像伊讲安尼的时阵，逐个伫新闻顶面就甲安怎无共款的解说。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我嘛咧想讲，咱的圣经内面，主耶稣基督敢有口头话？所以我就去查圣经，我考察圣经了，我发现耶稣嘛有口头话，迄个嘛是伊的本土的即个用语。即个口头话是啥物话？即个口头话就是气吧。气吧讲起来是伫台语顶面真趣味啦。台语顶面来讲气都有2种意思台语来讲，即摆啥物叫做气耶稣内底医治病人的时阵讲气即个可能就气因为台语的气意思是讲无医啦。所以咱来想看卖其实耶稣咧讲的即个气的意思，毋是咧讲无机会无药医无法度耶稣颠倒伫圣经内面，照原文的解说，在讲气的意思是讲，你着遵照安尼，照我的方向安尼行，你去，你着要得到医治，你着要得到帮助，你着要得到我要互你的方向。耶稣嘛伫这气的意思内面，在讲我要甲耶稣甲门徒讲，我去是要安怎为恁明白的所在。耶稣嘛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去是。透过即个气是啥物？即个气就是要透过人透过我来进到上帝遐的意思。总是伫圣经所有的耶稣咧讲气的即句话的时阵我甲看卖耶
研究了后，我发现耶稣吼，若讲去啊，拢甲三种人讲去，但是嘛无甲人讲的。耶稣叫一种吼，毋是甲人讲的，讲去啊，吼是啥物时阵呢？咱会记有一个圣经就安尼讲，讲耶稣伫迄个吉拉省的即个乡舍内底，撞到迄个3000只猪，3000只猪的身上有啥物？有鬼啊！圣经讲迄3000只猪的身上有鬼，耶稣安怎甲迄鬼讲？耶稣讲去啊，你出去。所以耶稣是甲这少年讲你出去，但是咧，咱即摆毋是要甲少年讲，咱嘛无定定爱去拄着少年，咱嘛无想要拄着少年。耶稣是甲伊所拄着的每一个人来讲去，安尼来看圣经内面，耶稣其实甲人讲的有3种人。第一种人是心灵顶面啊受到捆绑破病的人，所以耶稣第一种的人就是甲伊讲去，就是甲这破病的人讲去。第二种，耶稣是甲伊的门徒讲，耶稣甲伊的门徒讲，你着去创啥？去，互万百姓来食做我的门徒。耶稣甲第3种人讲去，即第3种人是迄个犯罪的人。所以你若看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书内面，咱通看见的是啥物？耶稣拢一直在甲这个所有伊身边的人，在做查检，在做医治，在做教导，在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耶稣伫3年的传福音的时间，咱讲传福音的时间，伊做啥物代志？伊所有的拢在做3种代志，就是教示人、医治人，搁来传福音。所以这3种伫耶稣的日常生活内底，真做伊上一讲。所以咱通伫圣经内底看到耶稣的口头禅，咱看到伊的即个口话就是啥物？就是去啊！因为伊面对每一个人，伊拢用权柄伫遮个人的身上，互因得到帮助。咱今日做伙来看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0章内面所记载的这段圣经节，是讲起着有一个深迷人叫做巴底麦。巴底麦伊伫伊的人生中间，因为伊看无，所以伊有心内底有一个真大的愿望。这个真大的愿望是伊愿意用伊所有的气力来交换伊会当看见的迄个愿望。就是咱伫巴底麦身上，咱通看见这项代志。伫巴底麦身上，耶稣伫即个故事内面对巴底麦讲：去吧，你的信救你。耶稣是讲你的信救你，毋是讲你做啥物代志，伫遐喊甲大声细声，伫遐做啥物代志，你行好伫人的身上，所以会当拯救你。无，耶稣是讲你的信心拯救你。所以咱通看见的是，当耶稣面对即个破病的人，伊拢讲同款的话。咱若上这来看圣经，圣经伫最侪所在的记载，拢是耶稣去当着迄个破病的人，迄个需要的人，耶稣拢甲讲同款的话。耶稣甲咱讲：去吧，你的信救你。咱阁会记得有一段圣经在安怎讲？这段圣经在讲，有一个患着血漏的妇人人。这个患着血漏的妇人人，伊来望耶稣的衫机。当伊咧望耶稣的衫机的时阵，耶稣有感受到伊的身上有能力来出去。当这个能力出去的时阵，耶稣讲是啥物人？伫我边啊，我感受到有能力出去。这个妇人人讲是我，因为我患着12年血漏，我想要得到医治。耶稣讲，妇人人，你的信救你。也阁有4个好朋友，伊阁有一个好朋友，但是这个好朋友是一个国语讲摊子，台语要安怎讲？半岁的人，变碎的人。这个变碎的人，伊无法度行路，无法度行动，所以伊想要得到医治。当耶稣伫会堂内底，伫咧厝内面，伫遐教导人的时，伊的朋友甲伊赶开，赶去到迄个所在，伊敢若无法度入去。国语讲不得其门而入，所以不得其门而入，只好怎么样？再开一个门。所以伫迄个时阵，伊4个朋友伊有想到一项代志，这项代志就是来甲即个厝顶甲拆开，为顶啊，甲即个
变碎的人甲藏落伫迄个内底厝的内底，互耶稣会当来医治伊。各位，咱知影，即个变碎的人伫耶稣的面前，耶稣安怎讲？耶稣讲：你想要安怎？即个人甲讲：我想要起来。耶稣讲安怎？你摕你的被通好离开，因为你的信安怎救你。咱通看到做做，是因为遮个咱来看见，人因为信来得到拯救，人因为信病得到医治。总是各位，即个信伫咱的生命内面，咱通来看，是因为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时常有一撮经验，即个经验就是咱的辛苦病痛做做，咱的心灵嘛受到束缚。所以真侪人心真忧闷、真郁卒，真侪人真艰苦、流目屎。所以咱伫教会中间，也是伫咱的生活环境内面，咱常常拄着即个有需要的人，咱想讲咱今日应该接做一个基督徒，咱来效法耶稣基督的作为。所以咱要做啥？咱会当做啥？各位亲爱的姊妹，咱若拄着即个特别伫身心灵顶面有需要的人，咱会去做啥？敢若咱无法度做啥，是毋是？就是咱较直做的是啥物？咱会当做的就是我为你来祈祷。就是伫这我为你来祈祷的过程中间，各位咱来想看觅啊。有当时咱拢袂记哩，原来我为你祈祷，即个祈祷是祈祷的人带着信心，还是迄个受医治的人带着信心？是祈祷的人，还是迄个互祈祷的人？是祈祷的人爱带着信心。因为咱要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甲咱安尼教导，是因着信你通起来，因着信你的病要得到拯救，得到医治。咱嘛是共款，今日咱亲像是一个破病的人，咱来到教会中间，咱来到做的医治的场所，咱有人来关心咱，咱替咱祈祷。有当时咱若去看顾病人，去探访咱亲爱兄弟姊妹时，咱会想到啥物？咱会想到讲当咱做伙来祈祷，因为咱就是要用着倚靠上帝的信心来为伊祈祷，互伊得到拯救。所以信心毋是第一的信心。所以当耶稣教这个病人在祈祷的时，当这个病人在医治的时，耶稣是带着信心对伊讲安怎？讲你的信救着你。耶稣若无倚靠上帝的信心，要去行这个医治的工作，咱要看到耶稣要安怎去行这个医治的工作，咱无得看到，是因为耶稣有极大的信心。迄个极大的信心是伫伊的权能，是伫伊甲上帝起造的关系。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当咱在祈祷的时阵，咱嘛听好来讲。咱祈祷的时候，毋是讲我替你祈祷，咱祈祷安怎祈祷？我祈祷你的病会好起来，咱敢安尼祈祷？无，咱安怎祈祷？各位，咱想看觅咱安怎祈祷？咱是毋是讲奉主耶稣的名为你来祈祷？咱在祈祷的上尾是毋是奉主的名来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祈祷，是因为咱要带着上帝赏赐予咱的信心来为人来祈祷。就是祈祷是着医治，是着拯救，是啥物工作？是上帝的工作，毋是咱的工作。所以真侪人真讲，哎呀，这个牧师真会祈祷，哇，迄个姊妹真会祈祷，咱来互祈祷，是还是因为这个牧师真有信心，还是因为这个姊妹、这个兄弟真有信心，所以伊的祈祷大有功效，是因为伊有对上帝遐信心。但是这个功效，毋是来自这个兄弟，毋是来自这个姊妹，毋是来自这个牧师，是来自什么人？是来自上帝，阿们吗？所以咱的能力、咱的快乐是来自咱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伫遮，耶稣讲起吧破病的人，这个起吧破病的人是用着这个权能，用着信心来对这人讲。所以咱今日咱嘛是爱学习，咱带着安尼信心来服侍咱四周围所有伫这顶面有需要的兄弟姊妹。第二项，咱要来看的是耶稣在讲的，伫马太福音28章内面所讲的。伫这段圣经，咱应该大家拢真熟，因为这是上帝交代予咱的一个大使命。所以耶稣对伊的门徒、对伊学生安尼讲：恁着去，
招万百姓，成做我的门徒，成做我的学生，互因安怎奉爸囝圣神的名洗礼，归伫我的名下。所以伫即个内面，咱通看见耶稣伫遮是教示伊的学生，去招人来成做耶稣的学生。耶稣毋是叫伊的学生去招人来成做学生的学生。大家听有意思哦？即个意思就是讲，咱要成做什么人的学生？咱毋是要成做即个门徒的学生，咱毋是要成做即个牧师的学生，也是要成做即个长老的学生，也是要成做即个老师的学生。咱伫教会中间，咱所看见，咱是爱成做上帝的学生，咱是爱成做耶稣基督的学生。所以咱在教会中间，咱是咧跟对什么人？咱是咧跟对耶稣。所以当耶稣对伊的门徒讲：“恁去。”耶稣是甲伊的学生讲。因为这学生咧跟对什么人？跟对耶稣，所以伊甲伊的门徒讲：“恁去爱招万百姓来成做我的学生，毋是成做你的学生。”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咱通看见，这的门徒带着信心，因出去传福音。所以咱人圣经内面，咱会看到侪因去到侪所在去传耶稣的名，去招人成做耶稣的门徒时，上帝就大大将即个。福兴藏伫因的内面，互即个因的智慧，互因的祈祷，互因有赶鬼的开力，互因有各种的能力，互因有医病的能力，伫迄个内面来得到帮助。所以，而且咱会当看到，耶稣是呼召伊的学生去吧，去做啥？去做我的门徒。所以咱嘛是共款，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成做一个基督徒。既然咱来做一个基督徒，咱应该毋是成做基督徒遮尔简单的代志尔。有人讲基督徒吼真好啊，为虾米？因为只要礼拜日来听讲道，听了吼，倒来厝吼，我就会得到永生啊，对不对？我只要来洗礼吼，照圣经所记载，我只要来洗礼，归伫主耶稣的名下，我就敢得到永远的活命。真侪人伫想讲，无安尼吼，要信耶稣无要紧，我要死的时阵才来信耶稣。因为安怎？只要信，我就会使安怎得到永远的活命。阿妹吗？我看是无啦吼。所以咱知影讲，当咱伫即个内面来看时，原来咱要去招人做耶稣学生，感觉起来敢若无遐容易啊。搁来，毋是咱要招人做耶稣学生遐尼容易，因为咱家己爱安怎？爱先做耶稣学生啊。阿妹吗？你要招人来做学生，你家己无做学生，你敢有法度去招人来做学生？有人讲吼，过去一个教会内面，我看过一个教会足趣味的，即个教会讲吼，就足欠缺人的，所以无迄个主日学的老师啊，所以就请迄个主日老师来教即个囡仔，在主日学内面来做即个主日学的事工。但是我看即个老师伊教几多年了，我才知影一项代志，原来即个主日学老师伊还袂信主的，伊还袂洗礼。伊讲吼，我即摆无法度洗礼，但是我会当教即个学生来信耶稣，教即个学生讲，恁爱来洗礼，恁爱归伫主的名下。家己若无法度做学生，要安怎去带人来做学生？所以咱嘛是共款，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伫教会中间，咱要成做主耶稣的学生，咱要成做门徒，咱通受耶稣基督的差遣，咱家己爱先装备。咱家己爱先成做亲像学生的款式，所以咱若无成做一个亲像学生的款式，真侪时阵咱讲咱来做礼拜，亲像是一个足简单的代志，是我逐礼拜来做礼拜，做礼拜了等下我就安怎，我就拢好，因为只要来做礼拜，我就是基督徒，我就是基督徒，我就安怎会当得到上帝互我祝福。但是事实上，耶稣毋是叫你来做基督徒，耶稣是来叫你做啥？做伊的学生，阿妹吗？好，甲你隔壁人讲你爱来做耶稣学生。所以咱若是无做耶稣学生，咱无法度去传福音啦。真侪时阵人就讲牧师你安尼讲，咱伫长老教会，咱上重要一项代志是啥物？咱长老教会伫传福音顶面上重要一项代志，就是咱爱去做社会的关系，因为咱爱伫即个高举公义的顶面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各位。当咱做伫侪有需要的人顶面的时阵，咱是去行动
咱是去行。所以门徒是用一个行动，用伫行来成做耶稣学生。耶稣的门徒毋是拢咧讲道理尔，所以咱嘛会当看到，耶稣是一个讲道的人，敢毋是？伊毋是一个讲道的人尔尔，伊是一个行动的人。所以咱做耶稣的学生嘛是共款，咱毋是干那读圣经，伫遮来做遮个代志，逐工伫遮祈祷，安尼感觉讲足好。其实这拢互我想到一项代志。咱拢讲圣神的果子，对无？圣灵9果，圣神的果子爱结出好的果子。后来我才发现结出好的果子，毋是做门徒的好的模范。你讲牧师安尼感觉足奇怪，咱做基督徒毋是爱结出信用好的果子是？各位，假使讲一丛树若是结出好的果子，安尼这丛树有啥物利益？有啥物利益？咱若是伫即丛教会的树仔内底，咱结出好的果子，安尼咱对教会有啥物利益？咱对教会无利益，为虾米？因为你就是果子尔尔，果子就是果子，你家己修成正果。咱若毋是佛教讲叫你修成正果，咱是安怎？正做即个果子树顶面的果子，但是即个果子有成熟的时阵无？当即个果子成熟的时阵，伊落落来，伊开始布芽，开始发出来，成做另外一丛果子树。所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爱伫即个内面来成做门徒，咱成做一个基督徒，咱爱思考的是，咱爱成做一丛会当结果子的果子树，咱毋是要成做果子。即个成做会当结果子的果子树，就是咱听道理，搁去行动。当咱在做社会关怀的时阵，咱看到耶稣基督做一项代志，伊在医治遮个破病的人，伊在医治遮个心灵受到创伤的人的时阵，伊在听遮个人的时阵，伊安怎做？伊是教因来3千斤，教因来分我。咱敢会当讲，当咱在行社会公义，当咱在做社会关怀的时阵，咱敢若出一支喙，也是讲咱应该爱实际上落行动。所以咱毋是一个礼拜堂内底来遮听讲道听了后，咱就家己结果子的基督徒。咱是听讲道听了后，咱就照主耶稣基督所教示咱的，咱就受差遣、受差派、受呼召，讲去啊，恁就去做我的门徒，恁就去招人来做我的学生，恁就去将遮个行伫人的身上。第三点，咱要来学习的是记载伫约翰福音内面。约翰福音8章第30到11节内面特别讲到这段圣经在。这段圣经在耶稣嘛是对这个有罪的人来讲去啊，所以耶稣第一个是用着信心来对这个破病的人讲去吧。第二个耶稣是用着愿望来对这个学生讲，恁着带着愿望去成做互人有愿望的。所以耶稣是安尼找见伊学生讲去吧。第三个，耶稣讲，对这个犯着奸淫的妇人人，这个犯罪的罪人来讲去吧。从今以后，莫阁犯罪。这个犯着奸淫的妇人人，伊的心内底，我直直咧感受讲，这个妇人人伊的心情是啥款？各位，咱若为第3节看到11节内面。咱会当看到一项事实，其实这个故事是一个圈套。这个圈套是啥物？圣经有记载，圣经讲安怎？这个圈套是这个文士甲法利赛人要用这个来试探耶稣基督，是要安怎？找看有通来徛耶稣无？找看有通来指控伊的无？所以当这个法利赛人撞即个妇人人带来伫耶稣的身边的时阵，伊安怎讲？应该耶稣讲，对即个妇人人所做的，若照着圣经的律法，是爱磕石头甲伊钉死，你会看法怎样？伊要对遮来看耶稣讲的话，要来指责耶稣，要来找即个空隙，互耶稣来跳入即个圈套内。总是耶稣有讲啥物？耶稣讲一句话。耶稣甲这个人讲：“恁什么人若无做，恁通摕石头甲伊砍。恁什么人无做，恁就通摕石头甲这个人砍。”所以圣经讲，这个人一个一个拢感觉家己是犯罪人。犯罪人
无应该去揢着头来牵即个犯罪人。所以圣经讲，对老甲对少年，一个安怎拢离开，一个拢离开，是因为因知影因嘛是罪人。圣经的故事记载到即个圣经在内面，咱通看到。伫迄个城外，原本是歪歪跍跍足侪人要伫遐来看好戏，总是当耶稣讲一句话了后，即个人搁歪歪跍跍来离开。迄个现场剩几个人？剩几个人？剩2个人。剩迄个犯奸淫的妇人，甲剩主耶稣基督伫遐。圣经记载真趣味，圣经讲耶稣犹原伫涂骹伫遐会议。耶稣无去对即个妇人讲任何话。咱知影吼，若原本足委客，像咱礼拜堂遮侪人伫遮，哇！咱礼拜煞的是，哇！咱逐个真欢喜伫遐，逐个互相请安伫遐足大声。雄雄，遮个人全部做了，剩2个人伫遮的时阵，迄个时阵你会发现怎？迄款会叫做啥物话？鸦雀无声，足安静的，安静甲一支针落去涂骹，你拢听着声，迄种感觉。咱看迄个情景，起来看耶稣甲迄个妇人2个人伫遐，伫因2个人伫迄个所在，伫迄个时阵，拢总无啥的时阵，即个妇人伊心内底是安怎来思考即项代志？即个妇人我有想过，伊可能有2种想法。第一种想法，国语叫做慷慨赴义，因为伊感觉我就是犯罪我就是要安尼做啊。那即摆现代人讲，我要争取两性平权。我要争取啥物性解放？我要争取我应得的权利，对无？迄是很主席的社会，用安尼的方式去思考。我相信，伫迄个妇人的亲像，伊去犯即个罪，伊已经有拍算。我今日去互来偌遮，我就是要互用石头砍死啊！我感觉我要慷慨赴义啊！但是有可能伊佫有另外一个想法是，伊惊到要死，因为伊知影伊的末日已经到啊！伊知影伊已经无法度佫活落啊！因为伫迄个时阵，伊已经受到审判，要互钉石头甲钉死。当时伫迄个时阵，伊无拍算，哪会知影伊的人生的故事行到即个坎站，撞到一个人，即个人叫做耶稣。当耶稣做出安尼的一个动作，做出安尼的一个话语的时阵，改变了即个妇人伊的性命。所以即个妇人伊问耶稣安怎讲？咱看圣经安怎讲？圣经讲，伊问耶稣讲：我通做啥？我应该爱安怎？耶稣安怎回答伊？耶稣讲：敢无人定你的罪？伊讲无，无人定我的罪。耶稣讲安怎？讲我嘛无要定你的罪，去吧，对答了后，莫阁犯啊。咱拢爱甲焦点放伫即段圣经，才来上路话，讲去吧，以后莫阁犯啊。过一个兄弟姊妹，咱来想看觅啊，即个妇人有阁犯无？有无？我毋知影咧。你也想看觅啊？咱若是犯罪的人，你会阁犯无？会袂？会袂？真正袂吗？咱来想看觅啊，咱的罪，到为什么是罪？咱来想看觅啊。最近咱的教会界有真大的风波，你知影无？因为伫美国7月10号开始，美国长老教会正式承认同性恋会当按入做牧师。美国长老教会已经是接受同性恋的人会当成做牧者，为7月10号开始生效。这是规个美国长老教会总会因有183个中会所去投票、去表决、去决议出来，所以因尊重这点面来做。所以最近伫咱台湾为着即个同志的问题，伫咱台湾的教会界嘛吵甲轰轰烈烈。因为安怎？咱台湾要教科书，咱教育部将即个两性平权甲性别教育伫即个顶面，就甲放伫咱的教材内。所以一对基督徒感觉真反感。咱一对基督徒，咱感觉讲安怎？讲这个囡仔自细汉就教着讲同志没问题，这个两性平权没问题，性的顶面无问题，拢是好的。安尼是安怎？甲咱的圣经所抵触。所以即个议题伫咱台湾会阁继续讨论，因为美国讨论33年才定案，所以伫咱台湾
今年可能是一个真紧的开始，可能咱搁等30年，咱要来定啊。是各位，咱有想过无？为什么即个同志的问题，雄雄伫遮会变甲一个足大的问题？因为咱感觉圣经在记载，圣经在教导同志是一个毋对，是一个犯罪的问题，敢毋是？是啊，因为圣经就是安尼讲。即个同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但是为怎样，咱要甲即个罪放大到一种程度，就是即个罪敢若无法度去饶赦。当咱看着同性的问题是足大的罪的问题，我想要来问咱逐个兄弟姊妹，就是像我头我甲你问的共款。当咱犯罪时，咱敢会搁去犯？会袂？会啦。但是即个罪是啥物罪？你讲无要紧啊，咱讲白贼的罪，迄较细无要紧，咱同志的问题袂使，因为圣经有讲，圣经有讲白贼欺骗的罪，敢是足严重的，嘛是足严重的。但是咱家己食做基督徒，咱甲罪甲分做大细，敢若即个罪较大，即个罪较细，敢若迄个分情的、即个性的迄个行为，敢若都无法度啊，就安尼啊，都有心无来结婚，无就怎，咱会当原谅。但是咧同志安怎袂使？各位，咱时常咱家己大主大意，咱拢咧做一项代志，咱拢咧替上帝甲人定罪，咱拢诚做一个甲上帝的主权徛在家己身上，咱来甲人批判、甲人定罪啦。各位，咱来想看觅啊，咱伫教会中间，咱是毋是有看到一个人真讨厌？看到即个人，我就规巴肚火；我看到即个人，我就无想要甲伊讲的；我看到即个人安怎，我就无想要甲伊做伙。因为伊捌讲话安怎伤害过我，因为即个人讲的安怎，真侪时阵咱伫教会中间，咱时常因为安尼，所以咱安怎看到即个人，咱就感觉讲即个人是歹人，即个人安怎毋通斗阵，即个人有足侪问题。各位，教会是一个啥物所在？教会敢毋是一个罪人自执的所在？教会敢毋是因为罪人自执伫遮，所以咱要用主耶稣基督的疼来行伫伊身上的顶面。但是当咱伫面对遮个罪人的时阵，咱来甲罪做分门别类。有的罪较大，所以这袂得饶赦；有的罪较细，所以咱安怎？各位，问题毋是伫即个顶面。任何一个罪，毋管大细，咱拢爱去天顶对上帝来交涉，敢毋是？所以咱太通为着遮个罪伫遐来争论，伫遐来共定罪。有当时啊，我感觉咱叫做一个基督徒，上悲哀的代志就是，咱毋是来教会中间讲疼，咱是来教会中间来共人定罪。所以咱定定听着足侪八卦，听着足侪代志，足侪流言，足侪迄个，尤其教会愈大间，咱的流言愈侪。有人看着我牧师就讲，我上袂晓听我牧师讲道，伫遐行来行去，敢若即只狗的。有人有足侪想法，但是迄拢无要紧。为怎样？因为迄毋是信仰的本质啊！各位，咱来回归转来，伫信仰的本质内面来看，到底咱伫信仰中间，上帝所教导咱的即个信是啥物？即个望是啥物？搁来，即个疼是啥物？假使讲咱的教会有法度来共医治，来共祈祷，互人得到帮助，有好无？好。所以真侪有人性命灵魂有问题，咱来遮祈祷，当咱祈祷了，伊有几附身呢？咱家祈祷，伊拜五上，咱家祈祷，替伊排除所有的伫心灵顶面所有的问题，有好无？好，因为因为安尼来认捌上帝，来认捌耶稣基督，真好。也因为安尼，咱来诚做传福音的门徒，所以咱用各种的办法来传福音，咱用社会关怀来传福音。咱用医治来传福音，咱用去关心人来传福音，咱用足侪福音队、工作队，毋管用啥物话，咱用各种方法来传福音。重点毋是伫遮个方法，重点是遮个方法的背后迄个动机。迄动机是啥物？那对今日咱所看一段圣经来讲，耶稣基督对即个福音人所讲的动机，干那一个，是我无搁定你的罪，因为我饶赦你。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咱通用疼来诚做饶赦的功课。所以咱要来学习耶稣基督，伫信心、伫仰望、伫贴人顶面，咱通看见。
很多咱咧读启应文的时阵，上尾仔一句是啥物？啥物？上大是啥物？疼。所以咱会当去甲医治足好啦，咱会当传福音，传出一人的信主足好啦。总是咱若无疼咧，就算教会是遮尔大，咱的教会若无疼，咱就失去教会应该存在的价值甲意义。所以今日遮咱要做伙来学习。各位亲爱的姊妹，主耶稣基督在呼召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在差遣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去吧，带着信心去，去成做人的帮赞，去成做人的医治。主耶稣嘛讲，去吧，去传福音吧，带着我的权柄，带着我的能力去传福音。耶稣嘛讲，去吧，带着我的疼去做赦免的工作。去做疼痛的工作。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咱的信仰中间，耶稣在甲咱呼召，讲去。愿咱成做一个，毋是坐咧听道理的基督徒，咱是成做一个照着行动来行基督徒。咱做伙来祈祷。主必听我的主，阮感谢你，阮感受到阮是一个罪人，阮真软弱。因为阮无法度有能力伫听人的顶面，阮来疼痛别人。上需要疼痛的是阮家己，上需要人来赦免的是阮家己，上需要伫阮的性命来承认阮是一个罪人的是阮家己。因为阮无法度伫即个中间来行赦免的工作。主求你赦免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因为阮无够强的信心，咱无法度带着仰望用疼伫正人的身上。总是主，你予阮有机会，也因为安尼，阮会得通伫你的面前来对人讲。主，阮愿意用安尼搁一摆来学习，因为你已经伫阮的生命中间，伫阮的生活内面做了上好的教导。因为你有教示阮用安尼来行伫阮四周围的人的身上。愿你亲自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来行，阮来做，将这上好的。上大的疼，放伫阮需要人的兄弟姊妹身上。我来感谢基督，拢从主耶稣的名来祈求。